玲珑金光，今日闲暇无事，得来拜喜头。老夫特地为孟后准备了两物，请孟后助兴。娘小姐来此，是啊，这。
心倾城计划。嫂哥念我，好不念我，真是了得。空生许亲嘛，万不曾娶亲。小姐相爱吕布，君子好望见。这是比喻应用。啊，这应用啊，小姐相爱吕布是